乡亲搞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继续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上新的消息。这个地震是严重损断东部的交通，真侪所在路目前要当地咧修理。也若台九线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按算初6暗时6点会先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不过目前要一直有地震尾，石头不时会落落来，要修理是真困难。初5已经用无人机空翕灾情的状况甲勘灾。也若台北线中华公路按算初7会当单线通行，初10进前会完成专线通车。这里是9区洞隧道对外的道路，目前落实频繁。大大小小石头一直连落来，因为有地震尾造成抢修困难。台北线中华公路9曲洞进前，平均每10分钟就连一摆石头。在公路局抢修之下，目前台北线上新的进度到初5下晡3点，东边已经抢修到172K 9曲洞磅坑以东路段，西边部分向东通过151K 6条，相通167K 天上以西。按算初6早起10点开放小型车向西通行的河上受困民众落山，到目前台北线依然有卸载点。不过中华公路初7抢通单线，初10进前完成全线通车。不过路况真歹，地震尾真济，抢通推进是真困难。根据目前的工作状况推估在明天下午3点可以抢通到天祥隧道的西口。今天的点到明天的点，大概我们还有7公里的工作。抢修赶紧清洗苏花公路，为台九线苏花公路初6部分通车做准备。交通部指出，下清水桥桥6期阻断，按算初6暗时6点抢通，先予小型车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不过帅气几天东半部地区中部山区可能有明显雨势。经过强烈地震了后的边坎、卡翠桥都已出现土石流灾情。那初6通车了后，搁落雨，路可能会搁受阻，相关单位也呼吁，若无必要，唔通搁进入山区。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因为花莲大地震起一边的花莲天王星大楼，拆除的工程按算伫咧2礼拜内完成。这个工程为昨天下晡开始，先补强结构，加强安全性。到昨天下晡5点外才正式开始拆，而且按算24点钟透暝时间拢未休困。即马现场的进度啥款？咱连线互咱台记台当伫咧现场的记者郭碧君甲林旭凯，甲咱说明目前上新的进度。是主播各位观众，记者今麦人伫咧花莲天王车大楼的拆除工程现场。这个拆除工程是为昨下晡5点17分的时阵开始的。那今麦会使看到现场的拆除工程是先做休困，因为这个拆除工程是24小时一暝拢有可能爱随时进行，爱先互工作人员先做休困，才我都做后续落来的工课。那伫头拄的时阵，在地里长也出面说明天王车大楼基面的安置状况。咱来看因的讲法。我们现在就是前3天，旅宿业者他有提供我们饭店的部分，那没有去的都会在中华国小的收容所，也接近快开学了嘛。那这些安置的部分，他会在协调一些我们各公庙的香客大楼，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赶快积极的跟县府来做媒合，看到底要怎么样再来去安置，因为毕竟也不是天王星大楼这边。还有其他各个的我们一些住户啊，其实也是都要安置，那非常的庞大啦。这摆拆除工程爱非常细致，除了烦恼会发生意外以外，这个距离天王车大楼边啊，短3、4公尺的所在，还有一栋饭店，爱注意这个饭店敢会受落落来的红毛土牵着影响。那拆除的原则上会先为顶悬较重的结构体拆掉，减轻下站的负担，才通较安全的做这个拆除的工程。伫昨的时阵，也先甲部分的玻璃帷幕先拍破，观察内部的状况，搁再进行上顶悬基底塔的拆除工程。即马基底塔的结构体要是有真侪部分无好拆掉，会使看到这个拆除工程是非常费工费时的。这个拆除工程会规工日暝拢有可能爱随时来进行，就是希望这个花莲天王车大楼会使伫2礼拜以内完全拆除。以上是公司台记台记者来自花莲天王车大楼的连线报道。这个大地震了后，目前已经计共造成10个人死亡。
其中德鲁古斯卡当步道有6个人失去联络。搜救队昨昏伫咧一堆石头下骹找到2个死者，身份也要确认。另外一边有搜救队伫咧救曲洞救到9个民众，其中1个人受伤，特搜人员是轮流甲伊挨落山。目前山区也有超过600个人掉咧内底，空气直升机嘛有空投物资，也若有医疗需求的民众嘛已经大声载落来。搜救队员用行的去到中环山区，真侪所在拢放弃。过程当中，四界是硬碰碰，而且还一直闪开落来石头，救援的行动是真危险。中环还是有不断的落石啊，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中环规个因为高山，行过所在土石看到是拢脆炎炎。搜救队各行的入去救曲洞，经过3点钟，车5早起10点外，顺利救到9个民众，一个人卡断去，特搜人员轮流甲伊挨落山。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要看到本人，我们才知道说他真的安全。很开心，平安就好了啦。但几啊天，母仔囝总算是见面，2个人烧染流目屎。不过另外一边，斯卡当步道有6个人失去联络，家属发文请大家斗找人，嘛有人真着急，直接去指挥所探问，希望会当有好消息。他说要回来花莲祭祖，然后他们就先到太鲁阁去走路运动。我们有打电话，可是都不通了。斯卡当救援的行动，赶快是真辛苦。队员牵搜救犬，860度真高的山坡，4个拢是崩山的路石。尾后伫真侪大粒石头下骹，发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待伫下底，那像是罹难者，身份也会确认。不过伫搜救的时阵，要是一直发生地动尾，嘛不时有石头落落来，1公里外佫发生崩山，搜救的工作只好暂停。中间大概碰到4、5次的落石，那中间都有做一些紧急撤离。那最后是因为落石的状态越来越密集，我们就现场所有的先撤出。地动了后的第3天，救灾的任务也是无停歇。空气直升机伫天祥地区甲西部国小空投物资补给，乌用直升机嘛伫天祥接到有超过60个人有医疗的需求，优先甲因载落山。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地动的搜救行动要长期的进行。目前，佫有2个提澳洲护照的新加坡人失去联络，当咧用手机啊定位找人。也若原本失去联络的加拿大观光客嘛已经联络到啊。另外，国际上大家拢真关心这届的地动，已经有88个国家对台湾表达慰问甲支持。日本宣布捐100万的美金来协助台湾灾后重建。不过，中国煞伫咧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台湾感谢各界关心。咱国外交部是批评中国，竟然利用台湾地动，伫咧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一个跳路车赶紧把身躯的土粉搬搬，牌仔甲行李箱也拢交涂刷。因为8个外国游客4月初3经历地动了后，伫中环过一暝，手机啊、网络拢断线。好在早初时早起拄着要落山的货车顺续坐车，顺利到特殊中心。No Wi-Fi, no internet, no water, no electricity. We made we took the water from the mountain. Everybody here has been amazing. The hotel were incredible. The staff loved us so much. Everyone was translating. It was a scary experience, but everyone made it incredible for us. 有民众伫面册打文表示，有一个75岁日本人清水先生，家己骑脚踏车环岛，暗过伫地动了后失去消息。朋友真着急，看海求助，好在在地真侪网友斗转发，找到伊安全住伫花莲民宿，过来也把握黄金时间来救援。总统府指出，目前有88个的政要陆续对花莲赈灾表达慰问甲支持，暗过中国的举动真侪人的议论。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切，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外交部对此表达不满，并严正谴责中国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正凸显中国对台湾只有政治算计，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外交部正式回应，批评中国趁台湾重大灾害进行认知作战。根据国防部的公布，初时规天查到8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治安署公布去年重大职业灾害人数。去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的人数计共有300个人，其中营造业就占一半，有151个人。所以咱来看中国时报，
公道电子联署系统延签6年，即马总算要上线。4月初10点到30下晡5点，开放予民众上网来体验，而且邀请民众提出建议，加做系统修正的参考。未来电子联署会当甲纸本联署来并行，会当选择一个来使用。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4月初3的大地震，德科的强度嘛有较5级。德科每一间蒸鱼厂差不多拢有受损，甚至到停产的状态。出动时，当伫生产线内底蒸鱼，地震了后报销的数量嘛以1万地起跳。不过，加在供电是有正常，部分的厂区会当伫咧年假结束进前来恢复运作。地震发生到今，地震尾加起来已经有超过500间。昨晡透早4点26分的时阵，阁有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气象署讲，地震尾范围即嘛有变较细，而且有愈来愈减。专家嘛提醒，除了花莲以外，这个月嘉义嘛有地震，嘛要监测梅山断层，因为这搭已经有上100年无较大的地震啊，能量累积的情形都要特别注意。初五透早2点外，花莲阁发生规模5.3的地震，除了高雄、屏东以外，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初五下晡阁发生规模5.1的地震，气象署分析，这2件地震也是属于4月初3花莲地震的地震尾。统计到初五尾仔，包括主要地震甲2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累计地震尾总数已经超过500间，其中小规模的地震占的比例上济，有超过400间。那主震跟比较大的余震6.7还是维持在那个一样的数字，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判断，目前地震是有往数量少的方向在做发展。地震测报中心郑主任阖凯文指出，除了花莲的地震以外，嘉义伫4月份以来，短短5天已经有9届规模3以上的地震。对西部来讲，相对是罕见嘛发生了真接。这敢是甲梅山断层100年的周期有关系，也无法度确定。不过以讲以梅山断层的范围来看，高铁若经过嘉义沿线，都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发现最近地震比较活跃，就经过那个嘉义的时候稍微减速一下，要减速下来的时间，要刹车的时间呢，可能需要90秒。那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几秒钟的那个预警时间哦，可以达到的。嘛有地质学家认为讲，这个花莲的地震是海华山脉下底个断层的系统。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嘛袂当排除引发中央山脉断层系统活动的可能性。在花东这边的地震的发生是。大家会注意的，就是说会看有没有的会不会联动性的问题。不过就是说，事实上地震的发生很难去这个预测啦。不过就是说面对这样的问题的确是要很审慎的去应对。学者推估，在花莲7.2大地震了后，地震尾可能持续2礼拜至1个月。提醒民众，厝若是有受损，就要赶紧补强，嘛要注意家具跟财务财，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以色列军方空袭伫咧加沙的世界援助组织，造成7个人死亡，引起欧美国家的反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昨天表决通过对以色列实行禁止运送武器的命令。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初时头一届经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都要用具体行动来保护加沙的百姓，甲来支援的人员，若无会调整对以色列的政策。也那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随宣布讲，会开通3条入去加沙人道救援的路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随时召开记者会，公布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个人30分钟的通话内容。科比表示，拜登对着加沙的人道危机感觉无法度接受，要求以色列伫刷落来几若点钟还是几天内，要即时采取具体行动来保护加沙的民众和援助人员。He made clear that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Gaza will be determined by our assessment of Israel's immediate action on these steps. He underscored that an immediate ceasefire is essential to stabilize and improve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and to protect innocent civilians.
对着北京的声明，国务卿布林肯阁补充讲，若是美国无看到以色列有改变，安尼美国的政策就会来改变。北京记者进一步问科比，安尼敢代表美国会改变对以色列的军售？科比讲，伊无想要有个也未定案的代志。世界中央主办 WCK 的国际援助人员，使伫以色列的炮击了后，拜登政府内外拢面临真大的压力。穆斯林领袖不满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就传出是北京举行的传统斋戒月的活动。民主党内部嘛传出调整对以色列军售的声音。拜登的好朋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昆士就表示，若是纳丹雅侯进攻拉法，伊会投票限制军售以色列。英国保守党苏纳克政府嘛承受同款的压力。第三，英国指 WCK 援助人员死亡进程，有9年的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希望英国政府停止出口武器予以色列，59%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伫加沙的行动有侵犯到人权。有600几个法律专家伫初三交予苏纳克一封17页的批信，要求伊马上停止对以色列的军售。其中有3个法律专家是最高法院退休的大法官。All of the British public can see the scenes coming out of Gaza, children lying in rubble, deep concerns being made abou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for all of those reasons, that advice should be published, and if it is the case that international law has been contravened, then it's absolutely right that offensive arms are suspended to Israel. 若是国际舆论，欧美政府的态度变强硬了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初五宣布讲，要开通3条进入加沙执行人道救援任务的路线，其中之一是进入北加沙的埃雷兹关卡，还有南部的阿苏多德港。另外一条是方便约旦运送物资的凯伦姆沙罗姆通道。加沙战争以来，已经有超过196个援助工作者死亡。随后发生的 WCK 车队炮击事件，是头一届有国际人道工作者死伫战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这个地震造成苏花公路的路袂通，航港局用水路来到运输。昨昏早起为马祖调新台马轮来支援，因为人甲车拢会当去哩。来回拢总载55台车，也阁有494个人。嘛，因为即届是救灾的疏运，所以无咧算成本，坐船拢免钱。透早就有车伫排队进入新台马船，因为人甲车会当做伙坐，往回宜兰花莲各55台车的运量全满。比起台北快船，敢会当载车，人爱另外转坐火车，民众大部分优先坐新台马船。就排队就上。就刚好登记上，是不是因为他人也可以一起过去？一台就帮我登记这一台，直接就反正有可以回去就行了啦。苏花公路大清水大崩塌，短时间无法度通车，航港局启动垃圾运输，测试调台北快船载车，不过效果无好。宜兰去花莲做例，250台的运量，敢会当载63台车，3台大货车。新台马船离开所有港到花莲，敢若2点半钟，比起台北快船下4点钟紧真济，这也是民众较爱坐的原因。因应这个震灾还有地震的灾害，这个天然灾害的应变提供了一个服务。我们还是以协助民众为优先以不收费的方式来办理。高雄部航港局初五为马祖调新台马船加入宜花垃圾运输，一抓会当载642个乘客，一抓来回拢总载494个，望会当满足东部短期内的交通需求。因为这届是紧急疏运，航港局表示，民众坐船拢免费，以服务优先，无算成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台湾的大代志。9日8暝大甲马事件。第昨昏暗时11点05分，放3发起马炮了后，起驾出城示警。起驾于新港奉天宫举行祝寿大典了后，转来，按算14会转来甲镇南宫。今年大甲马示警昨昏暗时主时准时起驾，因为即马拄好是清明的年假，现场的休灯卡甲民众人是拢叉。庙方估计拢总有30万人来参加，不少民众是举手机咧翕相。画面是真壮观。拄则早起9点的时阵，拄到沙鹿的保安宫，现场是延长超过3点钟。马祖要出门去进香，台中的警方嘛唔敢大意，因强调讲，若是有人要遮代志，一切拢会依法来上班。再来看，为着要庆祝儿童节，
嘉义县各乡镇市拢有举办相关庆祝的活动。嘉义溪口乡用台语设计儿童节庆祝的活动，希望大人甲囡仔拢会当来参与的过程当中来惯习讲台语。好，来哦！1号，2号，1、4、3。大人甲囡仔用台语相掌问，边仔阁有在地真实的台语讲法。嘉义县溪口乡举办的儿童节活动，有走馆应答，有好食的点心，阁有唱跳活动，希望囡仔伫耍的过程接触台语。我感觉当然真好啊！囡仔真侪囡仔虽然有一寡囡仔可能听无先离开啊，但是反正有留一寡囡仔就来家长有兴趣的，反正因长去了就开始有兴趣要讲台语，嘛是有可能啦，感觉是真好的机会。其实大部分来的家长因台语拢足好的，只是因无想到讲，原来我会使甲我的台语搁传落去安尼。溪口乡公所表示，台语是乡内真侪大人惯习讲的语言，但是却发现大人通常甲囡仔讲话时，颠倒会改去讲华语，所以想讲透过儿童节活动，替囡仔创造讲台语的环境，互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讲母语。参观用是去台语学这单位，也是其他的单配合的单位。走馆了后，伫走馆的过程内底，就会使去学到，包括讲熟悉食物要安怎讲啦，动物要安怎讲啦，还是日常用品要安怎讲。用这种方式推广，我无法度讲一讲就达成讲你一顿去一定会带囡仔讲台语，毋过是一个刺激，会使互伊去思考这个问题。囡仔哪算哪学在地真实的台语？台语路文化协会表示，家庭是合适台语的第一个环境，呼吁家长会当伫厝内加教囡仔讲台语，创造囡仔伫厝讲台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1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